何姜书，作者白居易。雷石落金梦不醒，夜深渐电暗歌声。空言离怒温弦断，写意昏笼做道明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挑选的视频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视频。